Don't be scared. You'll be fine with these on. Hello，歡迎返嚟一起正教。我想同你玩一個小遊戲，大家合埋眼，諗返上一次孩子喺車廂度扭嚟扭去，大叫揞住耳仔喊嘅畫面。你可能當時會講坐定啲，唔好再踢張凳啦，再嘈我哋就落車㗎啦。結果呢，孩子只會越嚟越激動，你就越講越嬲，最後全家人都好嬲咁樣落車。如果呢個畫面好熟悉，今日透過呢一集想同你講一個可能會改變你睇法嘅觀念。孩子唔係坐唔定，而係感官正在求救。今日嘅 Bright Moment 想同大家認識一個詞語，感官過載 （sensory overload）。對好多 SEN 孩子，尤其係 ASD 或者部分 ADHD 嘅孩子嚟講，搭車唔係一件輕鬆嘅事。我哋大人會覺得只係少少嘈啫，但係孩子嘅大腦可能會同時之間要處理好多樣嘢，例如係車廂嘅震動感啦、廣播嘅聲音、燈光嘅閃動、冷氣嘅風直吹佢個頭、側邊嘅人說話嘅聲音，各種混雜唔同嘅氣味。試想像一下，如果你同事之間開住10幾部收音機，每一部都播緊唔同嘅節目、唔同嘅音量，你會唔會想揞住耳仔，甚至乎係想逃走呢？我哋可以諗一諗，孩子其實而家嘅反應就係同你呢一種感覺係一樣啊。所以當佢扭計、揞住耳仔、尖叫，好多時唔係搗蛋，而係佢嘅神經系統已經超出咗負荷。真正需要調整嘅唔係孩子，而係環境。我哋知道咗原因之後，咁我哋可以點做呢？今日想介紹一個我自己好經常用嘅工具——感官急救包 （Sensory Kit）。我成日同家長講，出街記得帶水樽啊，真係好緊要㗎。幫孩子準備一個屬於佢嘅感官急救包，同樣都係咁重要。你可以按孩子嘅需要準備呢幾樣嘢。第一，防噪音嘅耳機，對於聲音敏感嘅孩子，可以大大減少外界嘅刺激。第二，減壓嘅玩具，按壓、拉扯、猜揉嘅小物，都係可以幫孩子去放鬆、釋放緊張。第三，小毛巾或者係有重量嘅小物件，放喺大髀上邊，穩定嘅觸感係有助放鬆，好似成人咁冚一張被一樣咁有安全感。第四，水樽、小零食，飲啖水，咬幾下都可以幫助神經系統去調節㗎。第五，視覺計時器或者係事先預告，上車之前同孩子講，今日我哋咧會坐20分鐘嘅車，計時器響起，我哋就會落車㗎喇。你望下個計時器，讓孩子知道幾時開始，幾時結束，焦慮通常都會相對減少。呢個急救包唔使好複雜，一個好細嘅背囊，幾樣小嘅物件就已經足夠。但係喺度要提醒大家，感官工具我哋唔係縱容孩子，而係要幫佢哋重新去有一個合作，可以學習，可以控制自己嘅狀態。呢一個先至係真正嘅自我調節。最後送俾大家一句說話，真正嘅教養唔係要求孩子適應所有嘅環境，而係要先理解孩子係點樣感受呢個世界。每一位 SEN 嘅孩子都用自己嘅獨特方式去盡力努力咁樣去生活，
當我哋願意去先了解，再陪伴，孩子就唔再需要用崩潰去表達自己有幾咁辛苦。今日放工返屋企，不妨試下打開小朋友嘅背囊望下，除咗紙巾、水樽之外，你嘅孩子可能仲需要一個屬於佢自己嘅獨特嘅感官急救包。多謝收聽今日嘅一起正教。如果今集嘅內容對你有幫助，記得分享俾另一位正在努力陪伴孩子嘅爸爸媽媽。我喺 Instagram 嗰度會準備咗感官急救包嘅 checklist， 歡迎下載收藏，成為你哋每次出門之前嘅小幫手。記住，理解孩子而唔係控制孩子。我哋下次見啦！温和而坚定，爱不是放任，先连接再找陪你成长的旅程。目光里有信任，话语中有分寸，在理解的港湾，我们并肩启程。当风雨来临，当脚步不稳，我会伸出双手给你安慰。爱是温和而坚定，每一步都陪你前行，用耐心编织的风景，见证生命的苏醒。爱是温和而坚定，在岁月中留下回忆，陪你写成长的诗句，直到未来的天晴。接纳你的模样，尊重你的独特，在错误中学习，寻找自己的光泽，设定清晰界限，铺设安全边界，在自由的天空练习勇敢飞扬。当困惑缠绕，当世界喧闹，我会点亮灯塔，为你照耀。爱是温和而坚定，每一步都陪你前行，用耐心编织的风景，见证生命的苏醒。爱是温和而坚定，在岁月中留下回忆，陪你写成长的诗句，直到未来的天晴。爱是温和而坚定，每一步都陪你前行，用耐心编织的风景，见证生命的苏醒。爱是温和而坚定，在岁月中留下回忆，陪你写成